講真，多就未知啦，100幾廿萬啊，隨時哇！發達翻嚟啊，真係叻仔啊，發哥！啲人冇用㗎，成世人一腳馬屎。發哥，而家我哋鄉下搞開放啊，翻嚟投資下，點做生意㗎？表哥啊，過嚟廣州揾我，唔該嚇。我決定咧，同班兄弟去廣州揾表弟嚇，3幾個月揾100幾廿萬翻嚟就買起你個馬房，咁跟住發展成為中國最大嘅馬村。你唔使驚，我留翻個位俾你嚇。做乜啊？洗馬攞油咯。你唔好以為有金卡飲沙塵，咁易發達嘞喎！唔發達你唔好翻嚟啊！發達！我哋呢次去啊，壯士一去係，如果唔發達嘅話，就好似火車一樣，一去不回。發達，一去不回，一去不回，一去不回，一去你唔好翻嚟，一去不回，一去不回，一去不回，咁易發達喎！一去不回，嚟啦，咁易啦，你唔好翻嚟啊！一去不回。